Hello，大家好，好耐冇見，歡迎收睇同埋收聽咧。教仔其實可以好正。今集咧係要傾一傾咧 Netflix 近來一個爆紅劇集《Adolescence》。Hello，可能之前咧你未聽過呢個節目，咁啊，我係 Daniel 何英毅，咁啊係一個咧每一日都喺度學習緊嘅爸爸。咁啊係好希望咧呢度咧唔係淨係咧分享一啲育兒嘅資訊啦，而係咧好希望可以用正向教養。咁咧去傾一啲咧關於育兒嘅大小事，咁啊希望咧可以咧為下一代、為孩子咧建立一個有獨立、有自信嘅人生。咁今集咧要傾呢一個 Adolescence 啊，即係中文譯名咧係混沌少年時。咁啊喺 Netflix 咧一個3月13號咧播映嘅劇集啦。咁啊有一個好全球都有一個好熱烈嘅討論啊，即係好多人會傾呢套劇啦，而且咧亦都有好大小小嘅訪問。睇到咧由Owen Cooper 飾演嘅主角Jamie Miller 喺個古仔度，佢係一個13歲嘅少年，咁樣去講述佢咧謀殺咗一個女同學，咁啊喺個社區裏邊咧好轟動，咁亦都係咧喺個片集裏邊咧睇到佢由逮捕嗰刻嘅開始。呢套劇最出名啦，即係大家最討論度最高嘅就係講緊佢一個一鏡直落嘅拍攝手法。咁我自己覺得呢個手法可以令到將呢個議題好充分、好完整咁樣去表達出嚟，就係講緊呢個問題唔單單係一個家庭嘅問題，而係整個社區、教育制度、老師或者每一個社區上面嘅人都有責任。點出咗呢，就係我哋而家喺呢個網絡時代下嘅父母，其實我哋要點樣做先係可以幫到小朋友呢？咁網絡始終出現咗咁耐啦，而家嘅新科技 AI 嚟啦，每一年每一季都會有新嘅嘢出嚟。由我哋小朋友啊，即係我細個嗰陣時係講緊紅白機啊、任天堂啊、PlayStation 啊，跟住去到可能我出嚟做嘢係講緊 iPhone 啦，咁然之後而家個小朋友講緊係每一個小朋友都會有個智能電話啦，或者有部平板啦，咁啊，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即係科技呢樣嘢都係好習以為常啊，我哋自己都一定係機不離手啊。咁真係有小朋友嘅時候啦，佢哋應該點樣做呢？好啦，但係呢，咁大個議題呢，好多個面向可以講啦，咁啊我呢就諗咗呢係分開咗上下兩集去講啦，因為本身喺呢套劇，因為我唔係討論佢嗰個拍攝風格啊、拍攝手法啦，真係如果喺育兒嘅角度去諗嘅時候，分開討論嗰個層面有兩方面啦。我第一方面好簡單就係我哋如果係防範於未然嘅係點呢？可以點做呢？第二方面就係如果真係咁不幸發生咗一啲好令到我哋好父母好震驚嘅時候，咁我哋應該點反應呢？即係當然可能你話去到好似 Adolescence 裏邊咁樣嘅情況係好 extreme 咁我都認同啦。但係大家留意到，其實新聞真係而家講緊係每隔一陣就會發生一件咁嘅事，即係已經唔係一個單一嘅事件啦，一定係一個現象嚟啦，已經係。我而家身處嘅地方更加覺得係近咗，直頭因為拍攝嘅地方，即係佢所謂發生喺故事裏邊嘅地方，就係距離我住嘅地方50分鐘車程，即係覺得嗰個距離係非常之咁近。防範於未然係應該點做呢？而且好彩就係可能我個小朋友都未去到呢個年紀，咁我仲有幾年嘅時間準備咁亦都係可以喺呢度呢，就揾咗啲方法呢，去喺呢一集呢，可以同家長分享下。下半節就係關於真係不幸發生咗啦，或者可能發生嘅程度唔係去到咁轟動嘅，真係警察嚟拉人嘅。可能譬如話我哋最基本即係最常遇到，譬如話佢有啲可能而家嘅隱蔽青年啦，或者可能係佢可能而家係做緊啲我哋唔明白或者唔了解嘅嘢，咁遇到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應對呢？咁呢個呢，會留待下一集呢去慢慢傾嘅。如果你話防範於未然去講呢，我哋會用
網絡呢個切入點去講啦，即係究竟我哋家長點樣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咧去制定一啲嘅方式去使用呢個電子產品啊，或者咧使用網絡嘅。因為喺戲裏邊咧，即係 Adolescent 裏邊咧，即係好初頭警察查案嗰時都唔明白嗰個世界，一聽到好多 terms 一啲真係喺青年人嘅世界先明白嘅，就係因數啊、80-20法則啊，即係講緊話係一啲男仔點樣睇女仔嘅嘢咁。咁當中裏邊嗰啲嘅諗法啊，嗰啲思想，我可以理解為係一啲比較極端嘅諗法。我自己諗翻，我第一次接觸呢一個資訊嗰陣時，係我都嗰陣時都20年前。咁嗰陣時睇一本叫《把妹達人》嘅書，咁了解到好多 term， 即係我估唔到原來發展到咁多年之後，會有更加多嘅可能而家 KOL 啊或者傳頌呢種想法，然之後再實踐出嚟，然之後令到更加多人去信奉呢樣嘢，咁成為咗呢一套戲一個好大嘅問題嘅源頭。咁老實講，我先唔去評論話呢種想法有幾壞啦，應該係講話就係其實本身善與惡、正與邪喺呢個世界上面一定都有，每一日都有，咁多年嚟都有。咁係調翻轉個責任喺翻，譬如家長嗰度，我哋應該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呢？咁正如就係喺睇到 Adolescent 第4集啦，即係佢哋兩夫婦傾嘅時候，爸爸其實你睇到佢係好怪責自己，其實父母都好怪責自己。咁但係佢哋又要需要走翻出嚟，其實非常非常之咁相同。佢哋提到啲治療師提佢哋嘅諗法就係唔好去怪責自己，但係亦都係需要諗下啊，其實我哋可以做好啲，即係呢種咁嘅狀態好難拿捏，但係亦都係我諗呢個劇裏邊最成功嘅地方，佢拍攝咗呢個問題出嚟，佢唔係要責怪任何人咯，或者有邊一方面應該要負起呢個責任咯，而係佢想呈現出嚟係大家需要去正視個問題，同埋一齊去揾嗰個解決方法。當然問題即係千絲萬縷啦，咁我選擇咗用呢個網絡呢個切入點，比較可以用好多好實用嘅方法去講話，我哋可以點樣去同青少年去建立一啲使用一啲電子工具嘅規則，點樣去處理或者幫到啲青少年去用一啲電子產品嘅時候用得健康一啲呢？咁有一樣嘢呢，就係喺 Adolescent 裏邊呢，你睇到佢哋父母呢，唔係對角色 Jamie Miller 有一個好明顯嘅教養問題，即係你唔會覺得佢係一個好惡嘅父母，可能去到睇到尾會諗係咪佢哋有啲即係放縱或者放任咗主角去用一啲電腦或者任佢發展自己興趣，但係呢個唔要等佢拍第2季出嚟先探究到啦。呢個留白我哋可以有個好大嘅討論空間啦，即係究竟應該點樣做得好啲？但係好嘅係就係其實我哋唔使再喺拘泥喺或者喺停留喺固有嘅父母形象，因為大家好容易就會覺得係啦，因為佢哋父母係咁，所以小朋友咪咁咯。咁而家就有一個開放啲嘅討論，即係我哋頭先提到用啲科技產品要用得健康啲，就係其實本身而家呢一個時代底下，其實一定要用呢啲工具，因為你可以令到你學習好多元，可以其實會帶俾你好多知識上面嘅嘢。如果其實小朋友唔用嘅話呢，係基本上一定係會脫節，你冇辦法跟到而家呢一個時間嘅節奏。咁當然附隨嘅就係，其實可能佢平日聽嘅歌啊、睇嘅片，佢個內容上面係一啲好極端嘅。咁但係正如頭先咁講，就係本身呢個世界就係兩邊都有咁。咁其實只要我哋用得好嘅，我哋係識點用嘅，其實當中唔係問題。反而如果我哋要撳住佢唔用嘅，或者不斷同佢講話，我哋要限制佢啊，唔俾佢哋用啊，其實會令到青少年更加想做呢樣嘢，因為你越唔俾佢越想做。而
而且我哋亦都知道就係都經歷過呢個階段，其實點會撳得到？只要你想做，其實隨住你大個啊，然之後你一定會揾到你嘅方法玩你想玩嘅嘢。而家我哋去到做父母呢個角色啦，點樣可以有智慧啲呢？亦都係嗰樣嘢啦，即係健康嘅就好似你食嘢都係啦，唔係完全唔俾食，亦都唔係完全可以放任咁食。用呢個用呢個切入，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方式啦。第一，譬如話你而家用電子產品，咁我哋最先係由用咩時間用同埋用幾耐開始入手。即係譬如話可能喺平日返學嘅日子，咁喺呢個非學習情況底下可以用嘅，例如半個鐘至1個鐘內，或者可能本身如果喺香港更加大壓力嘅小朋友，可能佢個時間做完功課已經好夜啦，只能夠可能用再短啲嘅時間。咁呢個就要父母同埋小朋友同意咗先啦。如果譬如星期六日啦，咁可以用長翻少少啦，可以話譬如半個鐘至2個鐘內咁。咁但係咩時間用？譬如話一定要係夜晚，或者可能一定要係去玩之前。咁即係呢個就係要父母同埋小朋友去傾。好，咁第二樣嘢呢，就牽涉到一啲室內設計啦，就係呢，我哋呢盡量唔好將電視或者電腦呢去擺入去小朋友嘅房嗰度，或者青少年嘅房嗰度。咁調翻轉嘅話呢，即係當然要睇翻佢個年紀啦。即係如果可能去到真係16、17歲，咁但係起碼喺如果係8歲，即係7、8歲嘅時候，其實我哋可以唔需要放電腦入去佢間房。咁呢個真係硬性嘅做法啦，我自己都覺得，好似喺即係 Adolescent 喺臨尾嗰場，即係小劇透啊，有雷滲入啊。如果唔想劇透嘅，可以熄咗佢先啦，唔好睇住。即係最尾一場戲啦，就係講阿爸爸喺個房裏邊好激動咁喊，就係對住阿仔嗰部好靚嘅電腦。跟住呢，就係一個呢叫晚上時間嘅嘢啦，我哋呢可以夜晚可以同小朋友傾咗幾多點之後，我哋將所有嘅電子產品呢擺去一個地方，然之後呢去到第二朝呢先攞翻嘅。咁當然你可以話俾佢嘅感覺好似宵禁咁啦，但係其實呢，我哋需要得到佢嘅同意啦。咁但係呢，好處係咩呢？就係起碼呢唔會佢夜晚用個電話，第二朝冇精神，係嘛？咁如果唔係呢，就會影響佢日常嘅正常運作啦。同一個原理啊，又或者可以呢，整一個好似圖書館咁嘅物體，因為可能有好多小朋友成長，佢都會有去過圖書館，知道咩叫借出借入嘅，咁可以用呢一個方式呢嚟同佢處理翻喺電子產品度，需要呢向父母呢去寫翻借電子產品嘅時間、使用嘅時間呢，可能係比較有趣啲，就係呢同翻佢哋呢傾翻究竟呢用電子產品做咗啲咩。講下佢哋嘅感受啊，唔係一個審問嘅態度去問佢嘅，而係呢係同一個了解啊、傾啊，或者有咩得意、有咩時興嘅嘢去同佢哋傾嘅。咁如果即係從來未開始呢樣嘢嘅，開始呢個傾談嘅習慣，從一個可以朋友方式嘅傾偈係最好啦，而唔用一個帶有審判意味嘅方式去傾。即係好多時如果佢哋睇嘅啲內容你覺得冇益嘅，咁你即刻就落判斷嘅話呢，咁啊恭喜啦，即係呢，佢下次呢都唔會再揾你傾。咁所以一定要真係保持一個開放嘅心態啦，去聆聽同埋了解佢哋睇嘅嘢。咁同時間亦都冇你聽到覺得唔對路，可以唔需要即刻去回應嘅，可以諗一諗。有啲時間俾自己去了解一下，或者用一個咩引導嘅方式，令到佢會再講多啲心底裏諗法。即係譬如話我亂噏，佢去想仿效人哋，係未成年就食煙嘅咁先計啦。咁其實就唔好即刻落你對食煙嘅 judgment，而係你同佢傾下究竟點解佢會有咁嘅諗法，佢受咗啲咩影響呢？不過講食煙呢個例子係非常 old school 啦，即係咁啊，即係
其實係同一個道理，但係 apply 喺唔同時代嘅年青人，即係未來嘅，咁可能係就係要講而家大家最 hit 嘅 AI 啦。譬如話佢嘅功課諗住全部交俾 AI 做噶啦，咁譬如呢啲咁嘅諗法，咁同我哋可能個價值觀有啲距離，咁就要問下佢啦，即係同佢傾下究竟佢諗緊啲咩咧？佢點解有咁嘅決定咧？咁都係 base on 咧，就係尊重啦，同埋信任啦。講開 AI 啦，咁有好多 AI 嘅程式咧，而家都需要付費嘅。咁啊，亦都係即係譬如話網絡遊戲啊，亦都係需要可能去買一啲工具啊，亦都係需要俾錢。我哋習慣咧，要等佢哋咧，佢哋自己咧用零用錢去購買嘅，而唔係咧用你嘅卡咧去購買嗰啲遊戲嘅。簡稱咧就係你唔好將你個密碼俾佢啦，而係咧邊一個玩邊一個人俾錢。等佢習慣呢樣，好自己都要以身作則啦。前兩集咧都有講過咧，有關於咧斷網嘅大挑戰，就係咧父母咧以身作則咧，減少用手提電話。咁我自己咧我都唔係好做得到嘅，但係咧我而家有一個準則俾自己啦，即係起碼佢嚟揾我嘅時候，我都係會掉低部電話或者掉低本書，而係回應佢嘅對話啦，而唔係就係揸住部電話。咁呢個我覺得 at least。無論係唔係自己中意揸電話都好啦，起碼呢個係對人嘅尊重啦。咁亦都係做翻呢樣嘢，我覺得呢個係父母可以做得到。跟住呢，就係如果有一啲網站你係覺得要禁止嘅，係唔可以入嘅，咁呢就要事前呢，就係同小朋友傾好啦，就係話俾佢聽會禁咗呢啲網站啦，亦都係同時間話俾佢聽禁呢個網站嘅原因，就係好似之前頭先咁講，就係你越禁嗰樣嘢咧，佢越有興趣知道。但係如果你清楚話俾佢聽嘅原因咧，同埋傾咗佢嘅憂慮，如果佢真係好想睇嗰類嘢嘅嘢，咁有冇啲咩代替品，又或者咧可以引導到、說服到佢去接受一個咁嘅方案嘅，係因為喺佢個立場就係、其實佢唔接受呢個方案咧，係仲冇趣味。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係亦都係好大嘅誘因，可以令到佢接受大家嘅方案。如果你會發覺小朋友用電子產品用到過咗龍嘅，咁當然你都要需要小心咁判斷，同埋再去搜集一啲再正式啲嘅資訊啦，然之後去攤開心房咁同佢講覺得佢有科技成癮嘅問題啦。咁可能有一啲比較清晰啲嘅定義話翻俾佢聽，究竟係會有啲咩症狀，就係印證呢一樣嘢。咁我自己睇過 Wiki 嗰啲解釋，咁 kick 埋啲 reference 睇，其實都有一個幾清晰嘅定義嘅。而家咁當然喺過去網絡未咁，而家好似咁多元化嘅時候呢，當其時就好似一啲即係會唔會係啲叫做危言聳聽，或者嗰啲叫做陰謀論啊。但係而家有咁多例證證實嘅時候，咁多現象同埋咁多人經歷過嘅時候，咁相信呢啲定義都好清晰。即係我反為係想提就係，如果真係發生問題，係要同翻佢講，同埋話翻俾佢聽有呢個問題，等佢起碼覺察知道有呢一件事發生，嚟作為起始嘅第一步。都要俾佢哋知道呢，就係喺佢哋能夠控制自己之前，你係會主動咁樣去參與，去有一啲嘅限制俾佢哋。咁呢個係用適量適當嘅方法啦，因為對每一位成人者都需要去一啲嘅幫助。好，咁呢需要呢俾小朋友知道呢，佢哋呢係會有一個時間表嘅，係會輪流使用嗰個裝置嘅。咁呢個時間表係非常重要，即係唔係一個佢可以長期使用嘅一個時間，等佢呢對於使用時間呢樣嘢呢有一個具體嘅概念。好，咁呢就另外呢，就係我哋可以呢傾一個日子，可能每個月一日嘅，或者每個禮拜一日嘅唔用電子產品嘅時間。咁啊，每一日呢，平時就係食飯嘅時候呢，唔用電子產品啦，咁就利用嗰個時間呢，喺晚餐嗰陣時呢，可以同小朋友傾偈啦。有一樣嘢都要理解翻啦，就係唔好諗住你唔喺屋企嘅時候呢，小朋友會遵守呢個約定啦。但係如果係你係知道嘅話，佢哋係違反嘅話，咁都需要有一個我諗係對應嘅後果啦，就係呢，需要沒收佢嘅電子產品一段短嘅時間，傾翻好究竟應該點做。
咁就等佢先俾翻呢個產品佢繼續使用。好，俾翻一個清晰嘅情況佢哋咧，就係咧擁有一個電子產品咧，或者將來擁有其他嘅新嘅科技嘅時候咧，係需要唔係一個必然嘅權利嘅，係需要負上一啲責任嘅。嗰個責任咧就係所謂佢哋嘅權利啦。究竟邊一個會用啊？邊一個俾錢啊？邊一個係會繼續做嗰個產品嘅維護，即係保養啊？傾清楚呢啲事情，然之後咧先去購買嗰個產品。當然啦，最重要嘅咧係其實咧，如果達唔成共識嘅話咧，你係可以咧拒絕購買嘅。你唔買咧就係一個好清晰嘅做法，就係需要佢哋咧傾好晒呢啲事情。然之後你先會繼續去做呢件事。如果嗰樣嘢係需要充值嘅，要俾錢嘅話，咁需要咧孩子咧去付上嗰個充值嘅費用啦。如果咧佢係冇呢個充值費咧，咁就需要停止呢個遊戲。咁啊，亦都可以考慮咧，就係喺電話嗰度有啲追蹤嘅功能啦，即係好似Find My iPhone呢啲咁嘅功能。咁可以咧喺孩子清楚呢個有呢一個限制嘅情況底下咧，嚟俾佢用呢個手機嘅，即係等佢知道其實父母係可以睇到你點樣用部電話嘅。當然係喺一個要睇翻佢嘅年齡啦，而適度地用呢一個追蹤嘅功能啦。因為如果唔係呢，就會變咗成一個侵犯私人嘅情況。咁亦都係一個好唔好嘅親子之間嘅拉鋸嘅嘢發生啦。需要咧，如果你有一啲嘅監測啊，或者知道佢行蹤嘅方式咧，你係需要咧讓小朋友知道嘅。咁頭先講咁多嘅規矩，同埋好似一啲臨尾最後一個咁樣，好似一個監控咁嘅情況咧，其實咧一定要好小心咁樣使用啦，因為係需要咧喺一個尊重嘅大前提底下，俾小朋友知道，而且咧係可以公開出嚟講嘅。等佢哋咧明白咧點解要咁做。同時間咧，你哋做嘅方式係點樣樣？而呢一個真正想達至呢啲咁嘅規矩嘅時候咧，係大家有一個可以傾嘅情況底下，而唔係咧你去不斷去監控佢，佢不斷去諗方法點樣避過你嘅監控。我哋唔係玩緊個兵捉賊嘅遊戲，我哋係要可以建立到一個情況係大家可以攞出嚟傾。然之後傾一個兩個人父母同埋小朋友都接受使用電子產品嘅方法，用一個咁嘅情況去處理。好處係呢，其實亦都係鍛鍊緊佢將來一啲嘅生活技能，或者將來一啲同人哋去相處或者溝通嘅技巧。如果家長唔尊重同埋唔支持小朋友嘅話呢，一定會輸俾嗰個科技產品，嗰個科技產品一定係會優勝過你。點解呢？因為科技產品咧係起碼會不斷去鼓勵小朋友學習，佢唔識嘅咪等佢試多幾次，然之後佢咪學識咯，係一個好鼓勵性嘅嘢嚟嘅。但係咧，父母咧就如果稍稍冇做好嗰個尊重嗰個大前提底下咧，就會變成一個咧好麻煩，對於佢哋嚟講好討厭嘅人物。如果落得咁嘅處境咧，其實基本上唔係淨係科技產品對佢影響，所有嘢佢喺佢嘅青春期裏邊面對嘅嘢都會成為佢導致佢有其他問題行為嘅影響。咁相信其實大家都經歷過青春期，你係唔會選擇一啲即係傻嘅做法。聽過一個好成功嘅案例啦，就係有一個啱啱中學嘅小朋友，咁佢基本上佢係機不離手嘅。咁除咗喺學校之外呢，所有時間都係要拿住個手機玩遊戲或者睇片咁。咁最後呢個父母呢就定咗呢每一個禮拜六嘅下晝2點至6點，就需要佢呢放低手機，但係呢就可以俾佢揀呢做咩都得嘅。咁但係當其時佢話佢頭嗰幾個星期呢，做呢件事呢係非常之咁痛苦，不斷去埋怨父母咯。但係呢過咗嗰個陣痛之後呢，佢就開始喺呢個禮拜六嘅下晝呢個時間呢，就揾自己喜愛做嘅嘢。咁打開咗呢個缺口之後呢，事情就好辦好多啦。然之後父母亦都可以透過呢啲活動呢，同佢傾呢其他嘅嘢。所謂生活嘅平衡就係要創造行事力啦。咁
行事曆就係可以等佢生活上咧，除咗用電子產品之外，有其他嘅學習嘅活動，更加咧等佢咧發展自己揾到佢嘅興趣，或者有一樣嘢咧更加有趣。另外或者可能係同嗰個佢迷嘅遊戲或者迷嘅影片相關嘅嘢發展出嚟嘅項目，都可能可以等佢研究。即係譬如話真係哪怕係打一個遊戲，咁其實製作遊戲都係一個專門嘅學問，都可以引導佢呢去安排佢入去個行事曆裏邊去了解比較多啲，唔係淨係單單呢去玩嗰個遊戲，可以多啲從佢興趣多啲面向咁樣去發掘自己有嘅才能。即係我哋要利用翻喺網絡上面嘅特點啦，就係等嗰個小朋友明白到呢樣嘢係一個公開性嘅，係一個冇私隱嘅地方嚟嘅。如果你要用呢個網絡嘅權利呢，同時間亦都要俾父母去了解你點樣用。但係第二樣嘢呢，亦都會俾佢知道呢，網絡亦都有一啲匿名性嘅，就係其實可能有好多詐騙嘅嘢發生啊，就係你嘅對象同你傾嘅對象，所謂嘅朋友，佢未必係真係我哋喺學校所認識咁嘅年紀、咁嘅性別等等。咁等佢有清晰嘅認知，呢個有可能會發生嘅情況。咁如果你覺得佢喺學業上面有退步嘅，咁其實都要同佢傾翻呢，就係喺佢成績好翻之前，其實需要呢去減少用呢個電子產品啦。咁呢個都係一個需要俾佢哋知道嘅一個權利與責任嘅問題。即係點解我哋要討論咁多使用相關嘅嘢呢？因為就係我哋要拿捏中間嗰個標準。其實有好多即係我哋睇到嘅案例都係啦，即係而家好多喺好年輕嘅時候，講緊10幾歲，因為佢發掘到自己中意研究嘅嘢喺網絡上面，咁嗰個人就已經喺20歲之前已經成為咗嗰個人嘅嗰個項目嘅專才，或者亦都係去做嘢嘅時候呢，喺同儕之中呢已經係無人能及嘅。咁亦都係去揾到佢嗰個，因為網絡，因為學習呢樣嘢可以令到佢哋自己有一個獨特啲嘅做法或者見解。咁呢啲係點樣培養嘅呢？你如果撳晒佢用電子產品，係咪培養到？我諗一定培養唔到。咁我哋去到呢個年紀呢，其實都知道，即係我哋對於電腦嘅認識，同而家新入職嘅同事對電腦嘅認識，其實呢係有一個好大嘅差距已經。咁你都會覺得自己可能會脫節或者跟唔上，咁何況係你自己嘅小朋友啦。即係諗到呢一點嘅時候呢，其實係冇可能唔俾佢用咯。咁我諗好多父母都應該即係過咗呢個關口噶啦，但係調翻轉呢，呢一類嘅父母呢，接受科技嘅父母呢，就係去翻就係我哋點樣去有效地俾佢使用呢個挑戰呢，係需要諗一諗。咁啊，最後啦，講咗咁多，咁有一個小嘅總結啦，就係終歸呢，喺使用科技產品嘅時候呢，其實都係要同所有青少年面對唔同嘅挑戰嘅時候用嘅方法一樣，就係呢，需要以一個尊重嘅方式，以一個唔會侵犯佢私隱方式，以一個開誠佈公啦，所謂即係可以有傾有商有量嘅方式呢，同佢制定咗一啲大家共同所認同嘅嘢，而去使用呢一個科技產品，去用呢一個電腦點樣學習等等。成日強調傾呢，就係無論喺佢哋小朋友細個嘅時候或者大個都好啦，我哋唔用管制嘅，唔用獎賞嘅，唔用呢啲方式呢，令到佢會覺得啊，我要表現得好啲，我先可以玩呢啲。我哋唔要跳開呢一個思維，我哋要令佢知道，用呢樣嘢呢係有權利責任嘅，與嗰個電子產品相關，而唔係一個獎勵嚟嘅。咁係原來用呢樣嘢係可以同父母傾嘅，係可以自己有份參與去制定嘅。咁同時間父母亦都要引導佢，除咗用呢樣產品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即係人生或者生活上有好多其他相關或者唔相關活動，都係同樣好有趣。
需要俾佢知道，俾佢了解。咁亦都係咧，等佢咧慢慢去習慣，就係我唔係淨係去到佢廿幾歲先要需要學生活點樣平衡啊，照顧自己，而係十幾歲嗰陣時咧已經需要了解，我去玩嘅同時間我都要兼顧去照顧自己或者其他活動嘅嘢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我諗係家長最需要面對嘅嘢，因為其實要實行起上嚟咧係非常麻煩吓，即係大家都知道咁樣。今集咧就分享到嚟呢度啦，咁啊下集就會講咧，真係如果遇到一啲好似 adolescent 裏邊咁極端嘅情況下嘅時候，我哋需要去點樣做咯？咁可能你會話啊，我點解講咗咁多都係關於網絡或者一啲科技產品使用嘅嘢啊，咁樣好似同 adolescent 個關係唔大，即係始終就係有一樣嘢就係如果我哋要避開一啲喺戲裏邊一啲好極端嘅資訊影響一個人嘅思想呢一個層面，其實父母就係要喺成件事嘅好開頭就係使用網絡產品，就係頭先可能有一樣嘢，如果唔講嘅話呢，可能已經係好容易瀨嘢嘅，就係我哋咪擺部電腦入去小朋友房咯，係咪？或者俾一部 iPad 佢個人獨立使用咯。而家一個人一部 iPad 好平常，咁父母要守呢條線，我覺得係好難，喺而家呢個時間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咁但係我諗又係去翻食物嗰個比喻，你知道有啲嘢係唔可以過濃嘅，唔可以過量嘅，或者呢，因為科技產品呢樣嘢嗰個涵蓋面好大好廣闊，又係有好有壞，有正有邪。佢極端起上嚟，去到一個你不能夠收拾，或者可能連成年人啊都抵抗唔到嘅嘢。咁但係你偏偏就係可能你俾小朋友去自己獨自喺佢探索緊呢個世界嘅年紀嘅時候，獨自去面對。咁我覺得呢個或者可能即係講得嚴重咗，即係其實係父母嘅責任嚟。咁套用翻 adolescent 喺即係第4集佢兩公婆傾嘅一句就係，即係當然唔可以將個責任怪晒自己嘅，但係其實我哋係有一啲嘢係可以做好啲咁樣。今集就分享完啦。如果咧中意呢集嘅內容咧 ，comment like share 有你哋嘅認證咧，可以咧令到我更加有動力去製作呢個節目。另外咧就係如果頭先講嘅任何方法有一個你覺得係 work 嘅，係可以適用嘅，喺 comment 留個1字咧。咁啊，如果但係你話一個方法都冇，俾個0我，等我有啲動力咧去繼續去揾多啲方法俾大家。咁啊，傾到呢度，下集見，拜拜。